姚柏良議員。主席，我支持陳學鋒議員動議推動鄉郊旅遊議案，並且支持其他議員嘅修正案。我亦都希望各位支持我提出嘅修正案。現屆議會真係好關心旅遊發展，我哋同事提出咗好多同旅遊相關嘅議員議案、質詢，可謂不計其數，提出咗不少嘅真知灼見。今日最後一個議員議案呢，都係講旅遊。我足以見到咧，我哋議會對旅遊業嘅關心同埋支持。請容許我咧代表旅遊業界喺度向各位同事咧表示衷心嘅感謝。旅遊業咧疫後拼復甦，其實面對唔少嘅挑戰。傳統嘅觀光購物咧已經無法滿足市場嘅需求，而旅客追求嘅係各種嘅深度嘅體驗。文體旅局咧喺旅遊業發展藍圖2.0嘅積極回應市場嘅變化，制定策略，致力發展文化加、體育加、盛事加、生態加旅遊。剛發表嘅施政報告亦都提到會串聯更多嘅鄉郊景點，豐富生態遊嘅體驗。事實上，鄉郊旅遊係生態遊其中一環。我哋嘅鄉郊蘊藏住好獨特嘅風光、風貌、風物、風情、風俗、風味。其實有唔少嘅地方咧，都係值得去挖掘，打造成為特色嘅旅遊產品，落實無處不旅遊。但要發展鄉郊旅遊，其實業界都仍面對唔少嘅困難。首先係基於呢啲交通、環境等各方面嘅客觀嘅限制咧，其實鄉郊旅遊咧容量係有限，需要係以高質量、低密度、可持續發展嘅模式。所以其實相對嘅成本打造係較高嘅。另外咧，由於配套不足咧、體驗單一同埋宣傳推廣嘅力度唔夠等問題，其實旅遊嘅品牌仍有待打造。所以我喺修正案裏邊就係從改善配套、提升體驗、善用鄉郊辦保育鄉郊辦嘅資源，配合鄉郊旅遊嘅可持續發展，提振鄉郊經濟。主席，要打造鄉郊旅遊成為特色產品，其實不能夠單靠行下山睇下風景打卡，仲要完善配套、豐富內容、提升體驗。我感謝漁護署咧推出咗漁家樂、農家樂計劃。其實即係為我哋發展休閒漁業、農業加旅遊呢度打好咗好嘅條件，俾參加計劃嘅魚排、漁場同農場以無火煮食嘅方式提供食物。我最近都去參觀過，呢種拆牆鬆綁咧真係好需要嘅。我亦都希望政府咧可以更進一步，正如劉業強同陸頌雄議員嘅修正案提到，其實可以簡化鄉郊販賣傳統小食同埋申領各類牌照嘅繁複嘅程序。喺交通配套改善方面咧，其實我一路都係倡議政府咧要重視水路同埋單車徑嗰方面嘅發展。其實我哋香港係好有條件做多啲水上遊、單車遊，可以突破一啲嘅交通上嘅局限。我亦都係要求政府啦，其實響好多嘅禁區嘅位置啊，或者一啲嘅鄉郊道路一啲禁區唔容許一啲嘅旅遊巴經過或者通過呢啲嘅限制咧，我都希望咧能夠適度地放寬，能夠容許業界咧可以能夠打造一啲嘅深度嘅團遊嘅產品。至於善用鄉郊辦嘅資源嘅方面咧，其實我都係感謝環境生態局嘅邀請咧。其實喺年初嘅時候，我參加咗鄉郊辦主辦嘅鄉郊豐年節，其實活動都幾成功咁樣展現到即係鄉郊嘅風俗風情，其實頗有感染力嘅，係好值得去體驗嘅，我係好欣賞。但係每年一次嘅活動係冇辦法令鄉郊旅遊咧係持續活起嚟嘅，所以咧我期望鄉郊辦咧能夠將啲節慶嘅活動咧恆常化同埋體系化咁去打造，打破一年一盛事嘅思維，即係建議推動係月月有主題、季季有亮點嘅常態化嘅體驗，結合埋我哋嘅本地嘅一啲非遺同埋傳統嘅節慶咧，可以貫穿全年，使文化傳承同埋經濟效益咧可以一齊並進。將鄉郊旅遊打造成為產品同路線咧，推送俾旅客，旅遊業界參與係好緊要嘅，所以都希望咧鄉郊辦可以完善呢個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審批嘅機制裏邊咧，可以能夠促進一啲嘅生態遊能夠俾到旅客嘅參與嘅比例，喺審批嘅要求上邊鼓勵申請人咧多啲同旅遊業界嘅合作係好重要嘅，一齊去推進發展生態旅遊嘅產品。最後，鄉郊辦其實可以善用本身小型改善工程項目嘅資助咧，可以因應啲唔同嘅地方，優先處理具潛力嘅地方，去增加公廁、行人步道、指示牌等嘅一啲嘅配套，促進鄉郊旅遊嘅發展。主席，我謹此陳辭，
希望各位支持我嘅修正案。